些事情将会非常赤裸的、突然的呈现在你面前。那这个时候，人们在面对这些突发的状况的时候，就会产生应急的回避心理，这个也就是你们所谓的婚前恐惧症。不过呢，婚前恐惧症并不是一种病，只不过是这些人缺乏对婚姻充分的理解和充分的准备。的确，婚姻会给人带来负担，但是我们剧组里面唯一一个已婚男士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只要你找到了那个对的人，这一切都是甜蜜的负担。不过屏幕前的你，我觉得你最该担心的应该是如何找到这个对的人。最近我天天都在跟我们编剧开会，我发现一个特别严峻的问题，我们的编剧们头发一个越来越少，而且都加入了我们这个万和天一秃头俱乐部，一个个进去都是 VIP， 看得我这个心疼呀。我就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身体这个肾丢了，还是因为到了季节要开始脱毛啊？我们编剧特别不高兴，严肃地问我。不要乱说，这只是我的灵感。他们跟我说一写剧本没灵感的时候就揪头发，每揪一根头发就感觉一个汉字跃然纸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禁想到了教授，忽然觉得这个理由好像挺值得信的。当然，我本人对教授是十分敬重的，不过听说他最近也在搞创作，这个头发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不过大腿是越来越光滑了。你怎么知道？苦人顺跟我说的。不过我身为学姐，我十分想要拯救这些编剧们，所以说揪头发找灵感靠谱吗？灵感这一说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2014年10月22日，冬至。人说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所以他们没有烦恼。我在抽了13根烟之后，依旧没有灵感。看来朋友送的这瓶李白 XO 是不得不喝了。好好喝，有灵感了。这瓶酒的独特香醇，定能帮我完成多年研制的春江酒暖醉香蟹。水的沸点是100度，而水蒸气却能达到101度。有灵感了。螃蟹是一种倔强的动物，总爱用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我要用这种如水蒸气一样炙热的爱，来融化它脆弱而柔软的心。爱是假如不是幸福，我比你清楚。想不到，最终的灵感竟来自于尘世间的离别。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谢谢你曾来过我的世界。那灵感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其实灵感是指瞬间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突发思维状态，也就叫做灵感思维。灵感每个人都有，不过多少就因人而异了。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有2位名字读起来我发音特别不准的科学家，设计了一个灵感量表来测量不同人的灵感有多少。他们发现，喜欢体验新鲜事物，而且对这件事有比较强的动机，可以转换自己的视角的人的灵感值会高一些。而我们发现，这些人一般会从事发明和创作方面的工作，他们大概占人口总数的10%到12%。哇哦，说的不就是我吗？当然，我们的编剧们也是这样一群人，不过他们擅长的并不是转换视角，而是变换发型。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が湧かない、計画書、論文、まだそんなものに困らせてますか？ひらめき大筆事務所、各種類のゴーストライターをご提供いたします。論文、小説、作曲、全部片付けて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の課題を根本から解決。あなたのゴーストライターになります。あなたの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をお守りします。ひらめき大筆事務所、国際報酬費認定。ここはあなたの願いを叶う場所。最近我们部门新进了一批新人，个个都是漂亮姑娘，什么大长腿呀、小细腰啊，平时聊一聊护肤保养，做一做指甲，总之就是非常和谐。不过有一天，一个漂亮姑娘走过来跟我说：“学姐，我之前看你在节目上总说你自己是塌鼻子，我一直以为你是自黑呢。嘿，我今天一看，哟，真塌！”我默默地转了过身，
在他的试用期意见本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学姐，你是天蝎座吧？开玩笑，我平时本人是非常 nice 的。如果真的是有一些职场新人很容易踩到一些雷区，那么这些新人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新来的小子这么积极留下来加班，难道是都有什么企图？不行，我今晚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让他占我便宜。这个年纪的阿姨比较容易多想，我可是有女朋友的人，不能让她误会。哟呵，看不出来这个小子还是个花心大萝卜。跟这么多女人都有一腿，他下一个目标不会就是我吧？还是跟女朋友打个电话吧，让前辈彻底死心。喂，在公司加班呢，就在公司，你赶紧来吧。原来他要动火，还是徒儿马上来。感觉前辈看我的眼神更加不对了呢，不如放点音乐调节一下气氛吧。放音乐了也该收响。他要过来了，他要过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救命啊！禽兽来了！什么禽兽？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俩吵什么吵？能不能好好工作？当我不存在啊？那么职场新人到底应该如何跟同事相处呢？其实呀，作为新人，首先你要做的是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这个比起单纯的跟同事处好关系要强得多。毕竟当你的专业能力得到认可时，你更有可能受到大家的尊重跟喜欢。打个比方吧，比如说跟前辈共事时，你要先学会执行，在执行中学习跟理解，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质疑跟创新。不过有些新人呀，总是在做事之前就提出一大堆问题，好像自己很了不起，其实你的正确性可能很低，而且还会给人留下挑三拣四的印象。总之，谦虚谨慎、好学上进是所有处理人际关系中最好的办法。好了，以上就都知道。真理在哪里？学姐告诉你。大家好，我是葛波。我这次一上场，大家发现有什么不同了吧？没错，我的好伴侣、最佳伴侣，我的不灵不灵话筒不见了。那当然，感谢热心网友在上一次拍卖中把它买走了。那我呢，拿着这一笔巨款，重新租了一个房子。我租这个房子，32厅带阳台的小洋楼。学姐，你被包养了吧？我租了32厅里面的小厅，不过没关系。我们的室友都非常的 nice， 他们对我非常好。比如说吧，我这个来自南方的室友就跟我说：“哟，你这个屋子哦哈，就是一开门一定要看到床了啊，这个好吉利的啦。”我后来一位来自北方的室友跟我说：“你是不是傻呀？哪有一开门就对着床头的呀？那多不吉利呀！”然后他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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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纠结。不过为了维和这个家的和平和谐，我决定把床斜着放。就这么斜着，我已经睡了1个月了。在这1个月里面，我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家居装修看风水真的有必要吗？不说好了客厅要用韩式风格的吗？怎么又变了？我最近看美剧，还是美式风格好。那卧室我可要用北欧风格的啊！不行，卧室必须田园风格，我都下单了。哎，算，那咱们还是找专家定吧。找就找。哎，大事情。这个客厅呢，是一个家的气运中心啊，决定这个气的走向和聚散。所以客厅里一定不能放床，床这个东西最好还是放在卧室里边。好有道理啊！卧室门口一起上，柜子呢千万不要放在卧室门口，你看这开门关门的都不方便的，是吧？但是所言极是啊！摆放过于复杂的卧室，不利于夫妻关系的。谨遵大师教诲。经过刚才大师的一番指点，我果然是豁然开朗啊！这里边集了水气和污秽之气，所以必须不能放沙发。老公，你说的太对了。你看咱们这个门属木性，灯泡属火性，所以绝对不能在门上装灯泡。哎呀，老公，这个柜子能放在浴缸里吗？哎呀，刚才大师没说呀。那么居家装修看风水真的很有必要吗？其实啊，在古代风水的作用就是把一些当时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而恰巧经验又验证的东西，以一种神奇的形式宣传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在挑选居家的地方的时候，要求山水环抱。那从风水学上来讲呢，那是为了藏风聚气；但是科学上来讲，就是有山有水的地方，自然阳光充沛，空气新鲜，很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发展。再打一个比方，比如说镜子，千万不能对着床。从风水学上来讲，镜子是用来挡煞的，
一旦镜子对了床，就意味着把煞又返回到自己身上。那么科学的来讲，就是镜子会增加光线的干扰，不利于入睡，而且特别是在夜晚，当你起夜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视觉上的错觉，发生磕碰。你是怕敷面膜的时候被自己吓到吗？我怎么会害怕呢？我胆子这么大。美丽的北京城又迎来了1年1度的雾霾季，在这一场雾霾季中，我们成功实现了5米内男女莫辨，10米内人畜不分，整座城市云雾缭绕，仿佛仙境一般。这次雾霾真的是很严重。不过我作为一名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的市民来讲啊，其实我觉得雾霾对我的身体并没有多大伤害。的确，最近嗓子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雾霾，还要归功于我们公司广大的吸烟男青年们。我每天在外面吸了雾霾之后回来，还要被动吸烟，我简直就是爱岗敬业的移动空气净化器。那么二手烟到底有什么危害呢？戒烟吧，你呀，离肺癌不远了。整颗心像被掏空，寂寞无所遁形。曾经的放纵，造就了我今日的无助。年轻人，吸烟有害健康啊！你有病吧？在钢筋水泥组成的孤岛中，你不懂我，我不怪你。只有劳作的汗水才能浇灭我心中的欲火。对不起，我有女朋友。我想念你手指淡淡烟草味道。我挣扎过，我努力过，我无怨无悔。那么被动吸烟到底有什么危害呢？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人群正在被动吸烟，这其中也许就有你。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60万人死于被动吸烟。相比成人，被动吸烟对孩子的危害更大，患肺癌的几率会增加30%，对于心脑血管影响也非常明显。短短几分钟，血小板就会被激活，血管功能就会受损。还有证据提示，被动吸烟可导致乳腺癌。另外，其实无论是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对你们男性的身体健康其实都不太好。什么危害？你懂的。所以，让我们共同拒绝被动吸烟。被吸烟，我不干。灵魂回响玩家的你，是否曾被这样嘲笑？装备拿不到，组队没人要 ，BOSS 把你秒 ，PK 只能跑。那么问题来了 ，PK 技术哪家强？铃响高玩培训技校，解决灵魂回响玩家一切烦恼。学校设有 PK、高级 PK、下副本等10余种专业。学校设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实战教学，包教包会。3个月攻克上100种 PK 要领，让你做一个人人羡慕的铃响玩家。念念不忘，灵魂必有回响。刚刚聊完这个二手烟的话题，就有一个热心的小男同事跑过来跟我提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说：“学姐，这有什么呀？你把那些死男人都开除就好了呀。”那怎么行？如果没有男人了，这个公司还怎么运作？不是有那么一句美丽而古老的传说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是特别信奉这个，不然我每天来公司是为了什么呀？是什么样的动力坚持着我在不断的前进呢？是男人。错，是梦想。抛开这些杂念，我真的发现这个男女搭配起来干活的效率真的是好像高了那么一些。那么这个美丽的传说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啊？这行吗？中，挖吧。哎呀，老大又让我们搞活埋，这次埋谁呀？老大的女人关你屁事！别废话，赶紧挖。哎，不对，怎么就是我挖？你怎么不挖呢？老子好歹是蓝翔挖掘机专业的，用铲子专业不对口。好，行，我挖。哇！啊，不挖了，累啊！你是不是男人呢？我承包一堂说这坑一天挖10。你们两个闹哪样啊？都2个小时了，我还没死。
哎，赶紧来个痛快的！哟呵，站住说话不腰疼，咱俩一块去啊！你行不行啊？亲爱的，你累不累啊？男女搭配怎么会累呢？那两个鳖孙，放开我！你个鳖孙，徒孙！那么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其实我们会经常发现，如果一个小组里面有男有女，那么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很强。不过真的有实验证明啊，在一个科学研究团队里面，如果有男有女的话，他们的科研成果会更加的显著。而且啊，在这样的团体里面，会经常表现出来一些更团结、更自律等等一切非常多的优秀品质。那么在这种有男有女的团体里面，人们很可能是出于为了讨好异性的目的，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个观点我是十分赞同的。特别是公司最近来了几个小鲜肉，我每天工作热情简直爆棚啊！天天起早贪黑，努力工作。你在说我吗？这么跟你说吧，我曾经为了你差点想要离职。最近很多网友都在问我说：“学姐，你这个节目这么多期了，有这么多套衣服，有哪一套是你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太为难我了。你说这么多套，每一套都这么完美，让我怎么割舍，是吧？我们来回忆一下，比如说第一期黑色抹胸爆乳装，哇，那一穿上，乍一看哟，黑如妖，这么完美，我怎么不喜欢？哦，还有那一套粉色针织衫加白色孕妇裙，那侧面一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么好看，我能放弃吗？当然也不可能呀。还有你们最喜欢的我的布灵布灵水钻话筒，每一颗钻都彰显着我尊贵的身份，这么完美，我怎么可能舍弃？学姐，你何苦自黑呢？反正最后一期了 ，Who care？ 你们也抓紧啊，不吐槽没有机会了。不过话说回来，你说我又不是天秤座，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困难症呢？这个选择困难症到底是什么？哎，怎么又要我选择呀？作为家大业大的老板，好烦。我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天秤座美男子啊。秋裤短裙好处都有啥？谁说对的生产啥？哎，老板，老板，秋裤是美丽的天敌，但是像我们这样爱美之人的心，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建议生产我的时尚小短裙，时尚最时尚，以及我的大腿与空气寒冷的摩擦啊，想想我都醉了。这熟悉的歌词和舞姿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我怎么能够怀疑自己的眼光呢？短裙 ，no， 老板，秋裤难看，难道不是我们时尚界的错吗？只要我们肯在秋裤上加一点点设计，照样能够俘获万千男女。你看，这就是我的设计 ，It's 秋裤。哦，这简直是神针机场同款设计，充满着科技感而又不失诱惑力，很好。秋裤 ，Stop！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年轻人品味的侮辱。我见过说丝袜诱惑的，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红秋裤诱惑。哼。哎呀，我都忘了小时候我穿红秋裤被人嘲笑的事了。秋裤怎么可能美丽呢？短裙。老板，你难道忘了吗？我们还有一个很庞大的中老年市场，他们不仅自己穿秋裤，还逼迫自己的子女穿秋裤。我们可以推出配套服务，买秋裤送话费，让他们随时随地每天催促自己的子女穿秋裤。家长拉动内需，不错。秋裤、短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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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裤、短裙。您好，雀巢咖啡浓真交响天喵首发 VIP 试饮装到，请您签收。啊，好。啊，这浓郁的口味，这丰富的层次，焦糖味、奶香、咖啡香混合在一起，帮我摆脱世俗的纷纷扰扰。这一刻，我感觉自己要飞起来了。秋裤必须赢啊！好紧张。好，我决定。在我做决定之前，先点个餐。啊！老板，咱们吃鸡排饭吧。我们吃肥牛饭。鸡排饭。肥牛饭。鸡排饭。
鸡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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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排。怎么又要我选择呀？那为什么有的人会有选择恐惧症呢？这是我们大脑决策机制所决定的。当我们在几个选项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我们大脑里真的是有代表不同选择的神经之间的战争，其作战方式就是激活和抑制。如果抑制功能因为脑化学或者外界原因而暂时下降了，就会导致双方谁也打不赢谁，人做出的选择的能力随之下降，迟迟无法决定，从而感到不安。不过不用担心，这并不是病。其实我们很多平常遇到的乱七八糟的病只不过是我们为自己找的借口。比如说有人会说怎么办？我有晚睡强迫症，其实你那就是贪玩。还有人说怎么办？我有起床困难症，那你那就是懒。选择困难就是穷。bingo。不过一旦你真的遇到了很难选择的时候，不妨静下心来，喝一杯咖啡，可以提高精气神儿，人也会开心一点，而且可以脑洞顺开并且清晰，有利于帮助你做正确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学姐知道的全部内容，咱们有缘再见。呀，台长，你怎么这样就来啦？我这不是刚做。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个证书里面呢，还有一份停薪留职的合同，你顺便也签一下签完了就可以回家好好休息了。